新北市中和区的复兴国小，复兴国小的弦乐团今年呢，那我们连续拿下2年的全国特优，今年呢再次进到全国赛，请大家接下来张开你们的耳朵，然后呢，我们让这些孩子他们过去的努力可以得到大家的欣赏跟鼓励，谢谢大家。 这里会有红色的光啊，会吗？这样子，这光我就没办法了，我长得不够高。这样子，这个吗？放心。
国连续2年第1的中和复兴国小的 A 团的团员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会请我们复兴国小 B 团的团员上场为大家。
Thank you.